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野牧师。1月19日，昭告天下。约书亚记4章15到24节，祷告的经文在约书亚记4章24节。由于这件事，天下万民都会知道上主的能力强大，而你们更要永远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由于这件事情，天下万民都会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呢？对我来讲，对全世界的人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今天的经文来到了约书亚，他们经历了一个很重大的神迹奇事，也就是他们就像他们的上一代的祖先一样，他们过了约旦河，而这超自然的现象让他们兴奋不已。而今天的经文来到了约书亚，他听见了这个样子的神的话，他照着去做。经文说约书亚照着做了，祭司们一踏上河岸，河水又开始流通，跟先前一样涨过两岸。正月初10，人民过了约旦河，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长营，约书亚把那从约旦河床取来的12块石头立在那里。他对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的子孙问起，这些石头是纪念什么的，你们要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曾走过没有水的约旦河河床，上主你们的上帝使横在你们前面的约旦河干涸，直到你们都走过去，正像他当年使红海干涸，让我们走过去一样。由于这件事，天下万民都会知道上主的能力强大，而你们更要永远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是啊，我们经历了人生中很兴奋、很重大的美好的事情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是什么？对了，我们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总是会很兴奋的感谢上帝，而我们真的是这个一份的兴奋跟感谢只停留在这神圣的一刻吗？从昨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世世代代传扬下去，这美好的事情要一代再一代，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时空的神。在神的荣耀当中，如何可以经历神的恩典，并且能够持续走在这个祝福中，而不会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在吉甲的时候，把石头立在那里，是要来做什么呢？当然是要使万民都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手，这是神所做的，是大有能力的，要使我们永远来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不是吗？我们有太多那个兴奋，满到说我很想告诉大家，我很想让人知道我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是多么美好，而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昭告天下，其实最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见证，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写的、说的、演的，或者是我们拍成短片，或者是我们要来用照片来说故事，或者是我们要用什么独特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英语牧师有一个例子，就是我曾经立志说，主啊，在我生命中的美好，我要让人看到我就知道
神在我身上的美好不会因为岁月过去而我就老去，而我就没有力量。我常常跟神说，主啊，人看见我的笑容，人看见我的样子，就会想起那永远18岁。不是我的脸不会有皱纹，而是我的心不会有皱纹。我的心像年轻的18岁一样，仍然是热情如火，仍然像是一个有冲劲18岁的青年青少年，有一股热情热劲，因为我经历过神那美好，他在我生命中的反转，好不好？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我们都来昭告天下，说由于这些事情，这件事，我要使天下万民都知道上主的能力是这么强大，而我们更要永远敬畏上主，我们的上帝，好不好？我们来练习，我们今天就把我们今天的事情，美好的事，或我们最近所经历这美好的事情，我们来把它写下来，或说下来，或者是尝试用一个方式的故事的方式，但是可不要长哦。如果说我们3分钟之内，我们一来说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分成4个阶段。前面半分钟，我们可以讲以前发生什么事，不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直到后面的半分钟，就是第2个半分钟，直到遇见神或哪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第2个1分钟，我们可以来讲上帝怎么样子来彰显他的大能，而最后我们也来分享这个事情之后有什么改变，而将这些荣耀都能够归给神，好不好？我们就试试看我们是要怎么样来做呢？让人天下万民都知道上主的能力有多大呢？音乐牧师来示范一下最近的事情，好不好？好，我第一个要来讲说，从前我以前以为直接跟人家讲圣经，来读圣经，圣经共读，人家已经会讨厌，因为又不是基督教，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直到有一天，就是特别是庄信德老师介绍圣经共读，怎么样子有人经历着带领着福音朋友一起来读圣经，我发现好像可以在协会里面，我可以直接来邀请人用英语来读圣经，我们来共读。于是就开始找寻同工，没想到真的神赐给我们远在纽西兰的谢明刚，也是青年的干事，在纽西兰的教会，而他也愿意在远端用英文来带领我们，带领福音的朋友一起来共读神的话。很奇妙的，神透过他的话语进入到每一个生命里面。虽然我们开始读没有多久，但是我相信神每一个礼拜一晚上8点到9点，这些上来的这些好朋友，当他们读了神的话，神的话是有灵的，是能够改变人生命的，而这些话语要使每一个人的生命被点亮。感谢神，神再次激励我的信心，直接邀请人来一起共读神的话，还有一起邀请人一起来祷告，经历在祷告中神怎么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擦亮一个人的生命，使他整个人在灰暗中都能够亮起来，好不好？应念牧师也邀请我们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美好的事情，我们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向神来求，然后我们就动手来做做看，不要超过3分钟哦，试试看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主啊，
使我们美好，是因为你是美好的神。即便在那美好之前，在那好消息之前，我们生命中充满许多坏消息，但是主啊，如今我们再次经历到你，我们也要来告诉全天下万民的人，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美好的事情，也要在凡是信靠他相信他的人的身上。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写下我们的生命中的见证，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活出神的美好，而且将这美好写出见证，影响更多的人，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位美好的神。我们明天见。